警方到目前為止咧，已經就住2宗嘅案件，分別係牽涉到柴灣嘅豐華邨同埋炮台山嘅富澤花園，係展開調查。呢2個屋苑嘅棚網咧，都係宣稱由一間咧叫做山東神旭化纖成網有限公司所生產嘅，並且宣稱分別係獲得由國家勞動保護用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或者咧係賓州市嘅檢驗檢測中心所發出嘅棚網阻燃合格檢測報告。但根據調查所得，國家勞動保護用品質量監察檢驗中心咧係並冇發出過相關嘅嗰啲嘅證書。至於賓州市檢驗檢測中心咧，暫時我哋仍然冇辦法聯絡，而佢留低嘅所有聯絡方法咧都係空號嚟嘅。特區政府已經正式立案，係會繼續調查，同埋咧係嚴肅處理。我哋預計咧係會有更多嘅類似案件係展開調查嘅。特區政府已經同內地相關嘅單位係聯繫，佢哋會全面配合我哋嘅調查。除咗同內地有關單位聯絡調查之外咧，喺本港方面，我哋亦都咧係會循住棚網由邊個提供，同埋咧仲有乜嘢其他地方咧係使用過呢啲棚網係展開調查。為咗保障公眾安全同埋免除我哋而家做緊大廈維修嘅業主住戶大家心裏嘅忐忑咧，政府認為係應該從嚴處理。所以我而家宣布，所有而家進行大維修嘅樓宇，包括所有公營同埋私營樓宇同埋政府大樓，如果佢嘅外牆係有棚網嘅話咧，都需要即時將呢個棚網咧下架。負責巡查有關項目嘅各個部門呢，佢哋會立即聯絡相關嘅承建商，指示佢哋喺未來3個工作天，即係話喺今個星期6或之前完成呢一個棚網下架嘅工作。如果係個別嘅個案未能做到呢，佢哋要預先通報相關嘅審查部門，由部門審視係咪有合理嘅理由呢，可以作出通融。